收費站。今日天朗氣清，我哋咧就前往日照，特登俾多啲公路費，都係要行膠州灣大橋。本來10蚊過個隧道就可以，我哋係俾夠60幾蚊。咁咪行呢個膠州灣大橋，感受下國家嘅基建啊！高鐵將經過膠州灣大橋，全長24公里。超速駕駛，80啫嘛，我都80。膠州灣只可以行80。一條大橋彎過去嘅。堆咗好多貨櫃喎，貨箱。陸運嘅火車運嘅。係啊，火車運嘅，唔係海運嘅。原來嗰度咧係青島自由貿易區，所以好多呢啲嘢咯。周圍都係呢啲貨箱。膠州灣大橋就行完啦。落到嚟呢啲咩路啊？村路。前方有急轉彎，請慢一點。睇下啲山村景色都唔錯。呢邊嘅咧，都係啲嘢未整好嘅。呢邊啲圍封晒咧，應該係一啲樓盤嚟嘅，叫做桃李春風啊，一路圍到嚟呢度。應該有啲大型發展嘅地產項目。嚟到度有條高木寨村。村屋幾好喎，整齊喎，係咯。唔錯喎，幾有特色喎。已經穿衣戴帽㗎啦。係啊，穿衣戴帽都幾有特色啦。係啊。啲牆壁咧油晒啲畫啊。第一次咁近距離睇，呢安置呢啲係啊，應該重新安置，好有規律嘅呢啲屋，幾十年前一條巷一條巷咁樣，係咯。有啲超市我諗20-30年啦，呢啲嗬，一間一間一間咁，好整好整齊。我諗冇40年，呢啲屋冇40年。過咗呢條村，高木寨村，咁係我哋呢條。哇！溶溶爛爛嘅路，初衣板路啊！樓啊，直樓啊！今日依家經歷咗啲呢個時節咧，小麥田呢邊係小麥田。大風車，哇！呢啲景色真係靚啊，好悠閒嘅感覺。300米後，又嚟到呢
起發嘅，建築一模一樣。呢度冇穿衣戴帽喎，但係呢條路靚喎。都好似哇曬谷啊，曬自己粟米啊！喺當埋個中心啊！唉，點解篤唔到咧？一篤去到嗰度。有時行下呢啲山村小路咧都唔錯嘅，風景優美。係啊，一望無際嘅呢啲田。我得到沒有，沒法解釋得失錯漏。剛剛聽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裏追究。哇！喺隔離嗰啲風車真係〜最差咧就係條路上面有啲咩呢啲膠袋，啲膠啲薄膜咧，啲農民種完嘢咧又唔清理，全條路都係呢啲，其實好污染嘅。即係收割之後咧，咁啊要清理呢啲垃圾，其他全部都係呢啲，幾污染。就係土地又係呢啲膠，咁啊自食其果。你睇啲全部都係。600米後，在道路盡頭。啲農民有時咁得閒，咪清潔下咯，自己住嘅地方。一望無際都係農田。請慢一點。前方連續急轉彎，請慢一點。經過事故多發地，請小心駕駛。左轉。村鎮啊，先進制互聯網業區。哇！呢個東怡小鎮都冇人嘅，得我哋兩個傻嘅。啊！呢度可以坐船仔㗎。前邊有個招牌啦，東怡小鎮，全部新起嘅。佢都好叫小鎮，唔叫古鎮。啲小鎮都係咁啦，一式一樣，都係食呢啲啦。凍晒邊好食啊！其實逛呢啲小鎮真係逛一啲食街一樣。紅糖糍粑。繼續向前行，全部都係賣食嘅小食。離開東怡小鎮，而家嚟到呢個日照燈塔，呢個就係日照燈塔廣場，冇人。呢個燈塔對出呢就係一個沙灘嚟嘅。
沙灘上都有少少人。不過都幾凍啊！